保健心理呢，以前呢就十分高的水平喲，他们就会我调对了，比过新人过春节呢韓國熱鬧嘅，見啲新對聯呢就個簡化，像樣見啲新對聯呢喜慶新禧平安幸福。以前呢對聯呢就十分講究哦，講春呢茅煞落神，吉出神飛，今春嘅話幸福嘅願望係。頭前呢就大家呢不管佢阿公阿婆出嘅，阿爸阿媽出嘅，大家都會幫門奉嘅，代表吉利嘅意思啊。辦幸福嘅就一天愛準備菜愛買到來。炸愛買到咯，深秋嘅每家或者老每家佢哋佢就盼廚房嘅東西哦，一切廚房嘅用具就每家開定來帶定來貨盤佢嘅，家都嘅呢就台加工或者準備高位啊、白板啊、長命草啊，炸呢就拿咗做平嘅糖糖啊，代表一生年呢你嚟同一同安調啊，台樣就代表為以後子孫嘅步步高升。